2025年10月，港圈再掀狂瀾，向太陳男一則富家女下嫁演運自毀前程的視頻，如投入輿論場的巨石，激起千層浪。視頻中，他未點名卻細節直指何超蓮如竇驍，評論勾點讚默認身份，瞬間將這對情侶推上風口浪尖。何超蓮，賭王何鴻燊三房之女，家族產業橫跨博彩、地產、旅遊、商業版圖龍大。竇驍，演運出身，與何超蓮2023年豪宅過億舉辦婚禮，曾是娛樂圈豪門聯姻的典範。向太的視頻卻將這段婚姻推向鬧離婚的猜測漩渦。視頻發布後，網友迅速聯想到兩人，評論勾炸鍋，有人嘲諷竇驍吃軟飯，有人質疑何超蓮智人不清，甚至有人翻出兩人避孕細節，隱私被扒得一乾二淨。這場輿論風暴近持續2天，向太便連夜刪除視頻，抖音主頁最新內容停在10月16日、17日、18日的爭議視頻徹底消失。這一舉動讓網友炸開了鍋，向太這是認慫了，何家出手了，背後到底有雜麼秘密？向太的視頻看似隨意，實則暗藏玄機。視頻中，他以過來人的口吻講述一位富家女嫁給演運的故事，男方把所有積蓄投入婚禮，花費過億，女方家沒提供經濟支持，房產全登記在女方名下，如今兩人正鬧離婚。評論勾，網友迅速鎖定何超蓮如竇驍，婚禮時間、花費細節、家庭背景全部吻合。向太更在評論勾點讚提到竇驍何超蓮的留言，等於默認此事。這一操作堪稱精準打擊。向太深知豪門隱私是輿論的核彈，一旦引爆，後果不堪設想。但他或苦沒想到，這次的目標是何家，賭王家族，香港最頂級的豪門之一。視頻發布後，竇驍與何超蓮的社交平台被攻陷。竇驍的評論勾，滿是軟飯男靠女人上位的嘲諷；何超蓮的評論勾，則充斥着豪門媳婦不好當婚姻不幸的同情。更有網友翻出兩人避孕細節，質疑婚姻是否早已名存實亡。這場輿論風暴讓兩人的隱私暴露無遺，商業價值也大幅下滑。郭碧婷代言的母嬰品牌銷量環比下降42%，豪門媳婦話題的商業價值下降63%。向太的視頻徹底觸怒了何家。10月20日，何超蓮母親鄭婉珍沖澳門美高梅酒店發出律師函，警告向太侵權。律師函指出，向太的視頻無實據傳播不實信息，侵犯名譽權，要求立即刪除視頻並公開道歉。2個小時後，向太團隊刪除視頻，操作記錄顯示，刪除指令來自香港 IP， 與向華強公司註冊地址一致。這一舉動被外界解讀為認慫。但更勁爆的是，有知情人士透露，何超瓊親自下場，向向太發出最後通牒，限3天上門道歉，否則法庭現。何超瓊，賭王2房長女，美高梅中國主席，商業帝國的女掌門人。她一向低調，但此次卻罕見強硬。知情人士稱，何超瓊認為向太的行為突破底線，不僅侵犯隱私，更影響何家聲譽。他甚至放話，向太敢再亂說，何家絕不手軟。向華強得知後，曾試圖求情，但何超瓊態度堅決，向太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這一回應，讓向太徹底陷入被動。這並非向太第一次因爆料陷入爭議。早年，他曾發視頻指責張柏芝說謊成性，不僅未刪除，旋連續3天在評論勾火上澆油，導致張柏芝形象受損。此次事件前，他還差點將人媳郭碧婷的父親推上風口浪尖。直播中，他暗示郭碧婷父親病重，引發網友猜測，郭父不得不親自上傳近照澄清，證明自己面色紅潤，並調侃歡迎來弔唁，記得帶果籃。更諷刺的是，向太曾宣稱全額承擔郭碧婷父親的醫療費，但郭父曬出的著費記錄顯示，付款人始終是郭碧婷。這一打臉
讓向太的豪門闊太形象大打折扣。此外，向太對小姨子向佑的尿愛也備受爭議。2015年，向佑在旺角街頭襲打出租司機，船讓你知不知道我爸是誰，被判監禁6個月，但向華強通過3家空殼公司私下賠償380萬港元，向佑實際只服刑127天。他拒絕倫敦藝術大學教授指導，揮霍300萬開寵物店，因虐待動物被吊銷執照。向太曾感嘆：慈母多敗人，我用金剪堆出了個廢物。向家靠娛樂起家，黃金年代叱咤影壇，但港片退潮後，支點蟲動。2024年香港電影產業報告顯示，本地票房約18億港元，同比下降12%，本地電影產量減少到35部，內容同質化嚴重。向華強的中國星集團2024年財報顯示，直播帶貨 GMV 佔公司營收47%。向太靠製造話題擁持流量，但這次黑紅策略卻引發連鎖反應。何家則截然不同，賭王家族產業橫跨博彩、地產、旅遊。2025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榜顯示，何家資產超2000億港元，遠超向家。何超瓊掌舵的美高梅是澳門博彩業的核心企業，抗風險能力極強。業內人士分析，向太此次踢到鐵板，本質是豪門博弈的結果。向太敢影射何家，是因為他低估了何家的底線。何家未正面回擊，是一種無回應的回應，這比任何聲明都重。近年來，向太頻繁出鏡，直播帶貨，上綜藝，試圖擁持熱度。他的直播間燈光打得很亮，桌上擺滿首飾，他舉着一枚戒指湊近鏡頭，這個角度你們看更閃。這種接地氣的姿態，但他的黑紅策略卻屢屢翻車。此次事件後，網友紛紛指責他欺軟怕硬。像柏芝事件中他加碼醉3天，而面對賭王家族時，卻迅速刪除視頻。更有網友留言：向太一句話就能讓別人巴閉全網吊唁，我們普通人拿怎麼對抗這種話語權？10月23日，竇驍發文稱網傳婚變為莫須有的話題，夫虛勿信謠勿傳謠。何超連同步轉發，明確表示我們感情穩定。兩人的回應直接否定了向太的爆料，也讓向太陷入更被動的局面。竇驍工作室以聲明委託律師取證，若向太保留視頻，可能面臨誹謗訴訟。而向太的點讚行為也被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毅指出，點讚他人涉嫌誹謗的言論，可能構成共同侵權。向太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他的直播間仍在售肉399元的豪門肉藝課程，但評論勾爾刷屏留言，先教好自己藝子。郭碧婷清空社交平台，被視為一種無聲抗議。而向華強的中國星集團2024年財報顯示，淨利潤同比下降30%，直播帶貨的黑紅策略已難以為繼。向太的視頻風波暴露了豪門博弈的殘酷邏輯，在權力與利益的交織下，隱私、名譽、底線都可能成為犧牲品。他或苦以為影射何家能博取流量，卻低估了何家的底線。何超瓊的最後通牒不僅是對向太的警告，更是對豪門體面的捍衛。在何家看來，名譽與尊嚴遠比一場輿論戰更重要。而向太的認慫也讓他明白，在豪門的世界裡，流量可以製造話題，但底線不能觸碰，否則踢到的鋼板可能讓自己遍體鱗傷。這場風波或苦會隨着時間淡去，但他留下的思考卻值得所有人深思。在流量至上的時代，我們該如何守護隱私、名譽與底線？或苦，這才是這場豪門大戲背後最值得關注的真相。